生物電和物理電的分別。生物電和物理電之間有很大的區別。物理電是指物理學的領域，包括靜電、電磁場、電流等等，它們都是非常基本的物理現象，可以通過物理定律進行描述和解釋。而生物電則是指生物體內產生的電信號，它是生物學的領域。這些電信號可以通過神經系統、細胞膜、肌肉等途徑產生。生物電在生物體內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例如在神經傳導、肌肉收縮、細胞間通訊等方面都發揮着關鍵的作用。總的來說，物理電和生物電的性質、作用、產生方式等都有很大的不同。而生物電學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生物體內的各種現象和機制。兩者對人體有分別嗎？生物電和物理電對人體的作用不同。物理電通常指外部電場或電流對人體的影響，如靜電、電擊等。這些物理電的作用可能對人體產生不良的影響，如電擊可能導致電擊傷，靜電可能引起皮膚過敏等問題。而生物電是指在生物體內自然產生的電信號，這些信號負責許多身體機能的調節，如心跳、肌肉收縮、神經傳導等。生物電的正常功能對身體健康非常重要，如果身體內的生物電出現異常，可能會導致身體各種問題，如失眠、疼痛等。因此，生物電和物理電對人體的影響是不同的，人們應該了解它們之間的區別，並採取正確的措施來維護身體健康。